香港正積極建設成為國際醫療創新樞紐，需要大量嘅醫療同科技嘅專才，透過跨專業嘅醫療協作，先可以打造一個優質全面嘅醫療體系。香港都會大學護理及健康學院一直致力培育各領域嘅醫療專才，包括護理、物理治療、醫療化驗等。最新嘅發展係開辦放射診斷學榮譽理學士課程，課程強調同公私營醫療機構緊密合作同埋應用學習，充分發揮應用科學大學嘅優勢，推進本港醫療發展。我哋呢個放射診斷學榮譽理學士課程係香港首個4年學士加1年診斷超聲學理學碩士連讀課程，提供全面嘅醫學影像專業訓練。放射診斷或醫學影像係利用專業嘅儀器為人體進行檢查，分析器官嘅結構同功能，協助醫生精準診斷疾病，對病人及早得到有效嘅治療有極重要嘅作用。課程符合法例對專業人員註冊所需嘅學歷要求，經放射技師管理委員會審批通過後，學生畢業後可以喺香港註冊成為診斷類放射師執業。隨住經驗嘅累積，仲有機會晉升為高級放射師或部門經理。學生取得學士學位後，可以選擇喺都會大學繼續修讀診斷超聲學理學碩士課程，提升同學長期專業發展嘅潛力。課程緊貼全球科技發展趨勢，加入創新嘅學科。我哋有豐富臨床經驗嘅教職員，幫助學生裝備未來職場所需技能。課程獲教育局自資專上教育提升及啟動補助金計劃資助超過3800萬港元，會設立全新嘅醫學影像實驗室，配備先進嘅 CT、MRI 同埋超聲波儀器等等，仲有其他教學嘅設備，好似 VR 虛擬實境教學同埋數碼虛擬解剖教學平台咁，用先進嘅科技令學習更有效率同趣味。都大發揮應用科學大學嘅優勢，與公私營醫療機構緊密合作，提供充足嘅實習機會。由2年級至4年級，會安排1400小時嘅臨床實習，讓學生獲得寶貴嘅實踐經驗。畢業生擁有多元嘅職業發展路徑，無論喺本地定海外醫療機構發展，都機遇處處。如果你中意醫療工作，又想接觸先進嘅設備，同時又有良好嘅溝通技巧同埋關懷病人嘅熱誠，歡迎你加入我哋。課程除咗透過 JUPAS 申請之外，亦接受非聯招入學申請。